知识型 YouTuber 理科太太以独特说话语气、面瘫表情和幽默知性风格迅速走红。近期和天后蔡依林、金曲歌王萧敬腾、蔡康永、黄子佼等大咖艺人合作掀起话题。不过人红是非多，近期除了被网友质疑智商170缺乏可信度、科学论点有错误，更被起底是化妆品公司的千金，身价不凡。有网友翻出7年前的旧闻，发现本名陈映彤的理科太太，原来是范哥化妆品公司李秉珍董事长的女儿。2010年完成学业后，第一份工作就是董事长，也就是他妈妈的特别助理。报道指出，当时陈映彤刚满24岁，已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，担任特别助理行事利落、决断干脆，且身上不见年轻人的浮躁和犹豫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理科太太的经纪人 Ivy 表示，范哥化妆品确实是理科太太家族事业，不过近年他的母亲已较少涉入营运管理。不过经纪人强调，理科太太从来不避谈自己的家世背景、学历和婚姻，只要网友询问，他就会回答。经纪人也透露，理科太太会经营 YouTube 频道，除了是常被朋友问到一些专业问题，也是希望创造属于台湾人的科学平台，用幽默口吻和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科学。至于被问到理科太太是否为富二代，经纪人表示，那要得看如何界定富二代，我觉得他们家算舒服的。